跟住交俾天文台學術主任講下天氣。大家好，歡迎收睇呢一節嘅天氣，我係鄭仲才。截至到今朝早大約係6點鐘嘅時候咧，各區嘅氣温係介乎喺25至到29度之間㗎。咁如果咧睇翻現時嘅生效警告啊，大家要留意酷熱天氣警告同埋1號戒備信號咧係現正生效㗎。咁如果睇翻大範圍嘅衛星雲圖，可以見到喺南海嚟講咧有一個熱帶氣旋喺度㗎。預料呢個熱帶氣旋咧嚟緊會以一個偏西北方向嘅移動啦，喺聽日嚟講係靠近廣東沿岸地區，隨後咧會受到東北季候風嘅影響咧，而偏西方向嘅移動㗎。咁咧呢一個熱帶氣旋咧，佢嘅登陸位置同埋強度變化咧，仍然係存在變數㗎。咁所以咧，天文台咧會視乎佢嘅強度變化啦，同埋咧強風區與本港嘅距離，仲有本地風力嘅變化咧，評估咧是否需要喺今日嘅稍後同埋聽日嚟講啊，係改發更高嘅熱帶氣旋警告信號㗎。大家咧要記住留意最新嘅天氣資訊。而至於今日詳細嘅天氣預測方面咧，就會係部分時間有陽光，有一兩陣嘅驟雨，日間咧會係酷熱㗎。市區嘅最高氣温咧會去到接近34度，而咧新界咧會再高多1-2度㗎。咁稍後咧局部地區咧仲會有雷暴添。咁咧喺呢個風方面咧就會係吹和緩嘅東至東北風。而展望方面啊，喺嚟緊嘅聽日咧，稍後就會係驟雨逐漸增多，而且風勢咧亦都會係逐漸增強㗎。喺本週嘅週末期間嚟講咧，就會間中有狂風驟雨同埋係雷暴㗎，而且咧雨勢咧有時係會較為大一啲，海咧亦都會有湧浪㗎，大家要留意。去到咧下週嘅初期咧，就會係天氣短暫好轉；去到咧下週嘅中期咧，天氣咧會再一次轉壞㗎，大家要記住留意，同埋咧留意最新嘅天氣資訊。呢節嘅天氣咧，我哋就睇到呢一度，祝大家有美好嘅一日，再見。睇埋空氣質素健康指數，今日上晝健康風險預測，一般同路邊監測站都係低至中嘅水平。再睇埋分區氣温。